亲啊，中国解放军的战机又搁来扰乱金门周边的空域，这回搁互军事的迷障网站记录到，这中国竟然是透过广播来放送，甲咱呛声。你进入我火力范围，我要求你调转航向，立即离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日中华民国军事航空器正在空域执行地形训练，请不要干扰我的行动。会当听到阿强的军机甲咱呛声。咱的国军是展现着高度的专业甲准则。根据着国防部所公布的上新的动态，为昨透早6点开始，24小时内总共侦测到阿强的军机10只、军舰7只，伫台海的周边在活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